我上年就第一次嚟搶頭香啦，咁我就真正親身體驗到呢個咁有意義嘅香港文化嘅活動啊，同埋咁我都得到咗黃大仙嘅保佑啦，所以我今年都特登更加早咁過嚟去做翻同一樣嘢，去搶翻頭香咯。咁都有30幾度，都曬到好辛苦，要擔住把遮咁啊！但係呢啲全部都係因為考驗我哋嘅誠意嘅。咁我哋經歷完啦，咁經過咁多個鐘頭，咁我哋最後搶完個頭香啦，咁我相信都係好值得嘅。因為我裝頭嚟拜頭炷香之後咧，個生活開始順利咗，同埋最重要就係屋企人啊、長輩啊啲身體都健康，同埋自己事事都順利咗。咁啲長輩話你拜開順咧，就要年年都嚟拜嘅，咁所以我就堅持嚟咯。好多人話2026年係赤馬紅羊劫，係一個劫難之年嚟嘅。咁我希望求黃大仙，如果真係有呢樣嘢嘅，可唔可以化險為夷，令到香港人甚至乎全世界嘅人咧都可以和平咁樣生活，過一啲幸福快樂嘅生活咯。呢個就係我最大嘅一個心願咯。最後嘅影相屏上線，色色同紅人恭祝大家喺新一年。望過嚟，望過嚟，1、2、3。我每一次嚟黃大仙都希望長命百歲，能夠俾我多2年，俾我多2年。結果而家就多咗好多年啊！即係嚟拜1年就可以多2年。係啊，點知多到而家95啦，所以我好感謝黃大仙。靚咗都靚啊！你揀到咁靚，成熟靚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年進步，晚上有錢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